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暗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仁。你看我今仔装病啊，是要创啥？哈，这是盐埕啦。你敢有去过盐埕？我细汉时阵啊，去盐埕。今仔日哦，你看这是啥物？这叫做猪母奶。敢若生咸的莲雾啊！今仔日要带你来找啥人，你知无？叫做言承旭，大明星哦。咱这个盐粉地带这大明星哦，叫言承旭哦。盐是盐巴的盐呐，承是传承的承啦，旭是永续的续啦，叫言承旭。言承旭到底是啥？来，起来，来找伊看卖。咱讲到这猪奶，其实人毋是姓严啦，蔡炯桥啦，是，抓哪个？你讲这猪奶在家你咧做导览的时阵甲囡仔、青少年朋友讲这是啥物意义啊？因为拄你食起来啥物款的滋味？咸的，咸对吧？啊，小可酸酸，像啥物水果？敢若莲雾，生咸的莲雾啦。所以我对问小朋友嘛，有啥物是咸的？囡仔去思考。原来是因为所有植物拢需要水分嘛，伊咧吸收土壤内底水分的时阵，嘛将这的咸分输入来，就是要互囡仔了解讲，伫咸分地带的植物伊的特性是啥物款。所以咧这是农教育啊，因为盐的教育嘛是对遮是啊，系啊，所以盐是无所不在，毋是通伫餐桌顶管尔。伫大自然中间有真侪物件拢是有伊的奥妙。来遮咱这算做咱这地号叫做洲南盐场，对，洲南盐场这严大哥咱们遮你知影舞偌久？今年拍盐第17档。第17档伊搁减仔就岁，拍到安尼这真正是有社会经历的，有去吞大家才会安尼。男子汉的皮肤，男子汉的皮肤啦所以咱随迄个盐场内面要甲咱了解到底拍盐是啥物过程。我相信较老一辈的人像我这嘛毋是老一辈啊，但是我细汉时候看人拍盐，但迄阵是无亲近的机会。是啊，今仔日好好对这个猪母奶开始来看拍盐。这缸是啥物？这缸叫做鹿缸鹿缸是咧放咸露的所在。你看咱顶下有那个白色的盐有无又足油的，叫做盐花，已经开花啊！无啦，这个天气真好，日头真炎的时阵表面薄薄啊，这层会伫差不多中昼过了后，会开始结一层盐花。盐花伊的口味含拄咱迄边咧看迄个咧收的迄个酸盐滋味是无共款的。这个盐花一般讲是咱若料理好了散去的，比如讲蒸牛排、三盐花。还是讲像迄个往内切片有无三盐花安尼？这叫做胭脂花。胭脂花，对啊。味到底是啥物味啊？咱等下试看麻食，我就知啊，会当甲这个我无共款无共款啊，系啊。所以对遮先开始甲咱讲起，煞其他的猪仔咧。安尼遐有一排树啊有无遐是海边啊，那防风林。海水咸度是3度。3度咱一般就是利用海水饱流的时阵开水门互礼拜了后，伊会一格一直刷愈来愈咸，愈来愈咸。因为3度一直熬到25度的时阵氯化钠也会因为过饱和结晶出来。所以为3度到25度就是不能做的工课，互伊愈来愈咸。互一格流过一格。互伊要愈来愈咸，不外乎有几种方式，互水愈来愈少。足简单来讲拍盐有7字的口诀，叫做水地风光人晒盐。海水一入来对无？水，伫土地慢慢流动。水，流动过程海风会吹，日头会晒，咱人较真骨力，海人将盐收起来。所以水地风光，你看我的衫，顶块有小抄。水地风光，人拍盐，对，系啊。
哦，所以水地风我拢光会教小朋友爱练水地风光人赛演。好练不了啊！这切你其实讲的水地风光就是大自然嘛，那排湾是咱做的代志嘛，所以排湾其实人甲大自然的互动。这真好哦，这是水地风光人拍剑。所以人问讲吼，为什么爱一个人？不是海水引入来坑里就好啊？对，那海水引入来坑里，我同你讲，海水袂干，石头袂烂。为什么？因为你这样深的水吼，日头拍袂到下骹。所以咱较早足巧，一种遮尔深的海水，天互开，增加伊的表面积，风会吹，日头会拍，伊咧鹅咧咸较紧。所以水爱浅，水爱浅。哦，这个海水会打石头会烂。你我冬天有酒抓。有酒抓。咱过来看下一题。嘿，好啦，但是海水有偌咸，要安怎酿，要安怎知影吼？唔要用食的吼。那我掠水，我手落去担。唔免吼，嘿。咱有影这真卡松。这支吼叫做波美记吼，看顶下有数字有无？哦，你敢传播数的咧？我专业的啊，我看到伊会铺起来，伊铺里度就是伊即个度数吼。啊，比如讲即个这度，这个已经来几度？来到差不多20度左右啊。吼，这是零嘛？这个20，已经减到20度。天龙话这20，哦，这20。嘿，啊，佮过几工啊，就到25度啊。啊，到25度的时阵吼，我做23、24，我就收入来炉缸内底啊。哦，先收入来。哦，啊，我才要结晶池。小蛋，这收入来是按滴落去摇吗？我有迄个马路布吼，迄个光头救我开。马路布安尼，唔是啊，迄个水管的迄个塞头吼，背好开，啊伊就流落去。流落去个。嘿，啊流落了，我靠抽到这边安尼，啊有抽出去落去。哦啦，嘿。我现代科技吼有好的加深。无我会记以前拢安尼，较早用样的啦，较早用样的啦，啊无就爱用打水车。啊时代进步啊。以前是我细汉时阵来看，啊无咧打水车。迄落水车安尼，是。这人唔免啦。电动摩打就好。我想讲，恁这6、7个是要安怎拍咱这大片安尼啊？不啦，我就来盐场吼，我拢总20家的面积，但是我实际咧拍入差不多3家左右，吼，啊，所以17家做啥物事？3家做到歪腰去啊啦！唔免做较济啦，像安尼收盐有无吼？咱差不多一年差不多收做8届至10届，吼，啊，就是要收几遍，爱看天公伯啊有疼痛无？天气若好，吼，风力若好，无落雨，啊就好收成安尼啊。啊，若拄着落雨。啊，一切中来。不要紧，因为所有咸风拢要伫咧。吼，只是需要时间，慢慢搁来拍转来安尼尔。嘿啊，所以放心，落雨当然心会小疼一下啦，但是咱需要时间，爱有耐心甲耐性，伊就会咱搁定期搁拍转来。是，啊，咱继续咧。嘿，好，来。啊，这是咱收盐的所在吼，我早已经收2家过啊。吼，啊，即马再搁有一家咱等下要收的。啊，因为咱带小朋友要入来，嘿啊，啊有咱有小朋友要留到环境教育，啊要好看。哦，所以咱这也兼这个互小朋友入来可以体验。拄好今仔阮有收盐，啊拄好今仔日咱报新国小囡仔要做户外教学，啊就用这机互囡仔咱了解讲，这拍盐的过程是安怎。就抓，我是龟，念伊要行入去，124年披肩的，游南盐场，盐埕内底，路光水深危险，陪我的时阵爱特别细腻，一堆的。即摆吼，因咧对这小朋友吼，咧做解说，是盐教育。嘿，这叫做盐分道，就是盐分机，嘿，佮家己收入去，放伫咧这盐囊内底。佮最后呢，这盐囊呢会佮家搬去咱的迄最顶，家己拍顶头会变较大安尼。对啊。对，一定爱穿雨的，较会当入来。那个，我小朋友介绍一个吼，迄边号做水库甲坪仔吼，啊叫做定家啊，定家就是盐咧生盐的所在，吼。啊，咱收盐吼，动作只啊，因为做粗重的工课吼，爱注意家己的身躯，吼，家己姿势爱做好，啊呼吸爱调好，
哦，所以你看吼，修岩是很专业的动作，哦，所以不能够开放让你们体验呐。那个小朋友不可以体验呐，那个彭仁哥，你要来试看嘛咧？我来讲，我来教吼，需要的都有1、2、3吼。1、2、3，嘿，这有钟摆原理吼。当然，安尼1、2、3，爱换手，1、2、3，吼，要不然伫咱边啊，你注意看吼，来，1、2、3，都会拄啊好。我说个，好，我试看卖，我小练一下吼，1、2、3，严人，对，压落去了，轻轻就好吼，轻轻落去对嘿，1、2、2.5、3，来吼，照出来吼，来，我来讲吼，哥，这一定爱互你1分钟教学吼，咱落去对无吼，你最底轻轻扭过来，对头看那个，你看，1，钟摆原理摆回来，2、3，再是咱反手抓开始顺，嘿，你若安尼袂顺，你手会受伤，手会受伤吼。来，1、2、3，来。1、2、3，很好。其他插手按反手抓，嘿对。给我一个机会。这叫美角。对。1，足紧张的咧。2、3，反手抓。反手抓啊，都袂使，歹势哦。来，还是让专业的来哈。对，让专业的来。1、2、3，安尼。可是看看爱会顺，爱个底把定。1、2，错。老师，我今日请教一下，现在那种红鸡，这水的粉红啊色吼，干嘛色吼？这是因为水内底有一种藻类，一种藻类，嘿，叫做杜莎藻、多拉尼娜，拉丁文。杜莎藻又是丰富的叶黄素甲类胡萝卜素，这个藻类也伫海水迄个咸的过程吼，愈来愈咸，也不断的新陈代谢，这就是伊所代谢出来的迄个类胡萝卜素的颜色。那刚刚宁静这种色，嘿，对，不是T山呐，不是嘿，这个杜莎藻伊的这个类胡萝卜素吼，会当为咱的海盐吼带来一种迄个真好的一个滋味，一个气味啦，对，不是讲食了T山的感觉，不是，无同款。小朋友有没有觉得很好玩？有去吃到咸哦。来，你们想吃盐巴吗？来，靠岸边蹲下来。把你的手伸到水里面去，对，然后你们可以抓把盐巴哈，让你们观察一下哈，来手都有了哈，好，来把手举起来，举高，5分钟，5分钟之后呢，手是不是会风干？我们尽量手拿打起，你的手得让这，就好这样，都不用过滤的。我讲真的，我的伤口有点痛，会洗。会生吼。你有看过？你手摸看嘛，是不是有刷刷？有鼓对无？盐的结晶吼，伊的结晶是啥物形状的？很像砂糖。很像砂糖，伊是圆形的，还是四角形的，还是三角形的？还是八角形的？你敢有看到？这里。什么形的？你来看嘛咧？四角形的吼，颗粒型嘛吼，四角形的对嘿。咸的吼，咸的对。好加在是咸的哦，无人食到甜的吼。已经吃了，我在这边让它风干了。其实咱也袂当回甘，咱等你手若打起了，互伊食看卖啊，足好食的。咱也袂回甘，因为天的回甘是因为咱有这个多拉尼啦。多拉尼是
其中一个部地方，因为咱海水有做者矿物质的，吼，啊，这矿物质会伫这结晶的过程含盐甲做伙，所以咱能去食到迄个海水内底真侪矿物质的迄个滋味。啊，那像咱一般的精盐有无吼？精盐伊是真纯的氯化钠，就是盐，就是盐，吼。啊，所以海盐甲精盐的差别就是，海盐伊的滋味会较丰富，安尼。小朋友，你有感觉这盐甲恁厝的食的盐有啥物无共款？对啊，较大粒吼，较大粒吼。但是这伊小仔吼，放喺遐吼，水滴了后，搁去后面去加工呢，才有通食啦。嘿，即摆吼，互你试一下味啊，尔。会使啊。啊，你们可以，你会当食一粒看嘛咧？嘿，咸的吼。但是你煲落去了吼，炒好1-2分钟，感觉回甘回甘。回甘对来。而且要啉茶。来。好吃哈！来，那个妹妹表演一下吃盐巴。来，咱有赞无？好食无？好食袂歹吼。啊，其实哦，你今仔食到的吼，唔那是海水的滋味，盐的滋味，恁今仔食的嘛是故乡的滋味啊。恁拢住倒位？小朋友，恁拢住倒位？炮制啊！啊，因遮拢布兴国小的囡仔啦。啊，咱布袋在地国小布兴国小。布兴国小的囡仔。啊，咱竹南盐场甲布兴有合作。哦，是。合作做迄个校本课程，就是以学校在地做本位，以地方的特性来发展课程。啊，包括讲，互囡仔来盐埕，还是去过独木舟，吼，拢是合作。他早有去过迄个独木舟啦。对，利用咱盐埕。啊，这种几年？5年啊。5年啊！啊，你来记得这故乡的咸味哦。不会忘记的。不会忘记哈。太咸了不会忘记哈。很香哈。身体的味道。你安尼已经第？今年是阮培养第17档。啊，但是开始做这个实验教育，像这种囡仔班来，差不多礼拜第3档、第4档就开始做啊。哇，所以呢，头一年的应该即马大学出业啊呢。哦，差不多啊，系啊。哦，阮查某囝，2008年阮入来时阵，伊国小1年的。啊，我查某囝即今年大学毕，去年大学毕业啊。是喏。系啊。哦，等你大学出业，我转来遮吼，再来试看看阿伯吼，看阿伯还佫伫遮有咧。无啦，迄阵2、3，迄阵我应该退休啊啦。咱希望故乡爱有少年人会当来接这个工课，你比如像咱。阿凯啊，吼，这少年家，阿凯啊，吼，啊是伊做环境教育嘛，吼，啊是讲迄个某某，吼，啊是少年家，有这是少年，汉朝好，汉朝好，哦，会看到20年以后的你吼，系啊，对啊，愿望啦，爱有愿望，但是吼，小朋友我甲你讲哦，除了这盐安尼食以外，啊，佫会当放伫吼食物内面，吼，各种各样的食物，啊，做得真好食。咱来继续吼，看咱哦。台湾新眼界吼，来看卖盐啊，可会当变做什么食物？好 ，OK， 打进来了。做节目上好就是有食过有料，我先食看卖哈。唔重要呢。系，就是内底是用生药加奶油跟做伙，啊，顶悬咱就用这个周南的。烟花去做装饰，颗粒较大粒嘛，安尼看起来较水。哦，所以你讲内面是生盐，内面是生盐，哎，哦，啊顶头盐花，哎对，哦顶头的水面生花，舌尖跳舞的酸椒，如果是盐啊，这两个你来小解解。双盐是冬天结晶的盐嘛，所以伊用伫内底。哦，伊那个面包体本身有一个基本的味道，基本味咸味，但是一点过的盐花其实是提味，等于讲你会在你剥的瞬间，那个盐花会蹦开来，面包体煮也更有层次感。应该是用盐是因为食材你个鼓励，还是因家己来找你？这告诉你家己讲，爱为陈耀迅开始讲。哦，就是有一届拄到冠军师傅陈耀迅师傅，伊就互我建议讲，你若想讲要倒来像这社区安尼经营芳调，啊来用一寡特色的农特产啊，是一寡在地的物件，
啊，所以伊就问我为倒来，啊，都为布袋来嘛，嘿，啊，伊就捌来中南盐场参加活动过，啊，就讲啊，无你就去用中南盐开始做芳啊，嘿，因为做芳咱就一定要用地盐，啊，你若讲甲在地盐场来带入来芳内底，就是做特色，啊，所以我就教去中南盐场买一包盐，开始做第一款即个盐湾奶油卷芳出来。我听讲恁两个阿某是咧走夜市啊，系对啊。啊，这通好卖偌济？你通好卖偌济？像这安尼？像我一粒的台式面包，一粒30块。诶，我讲吼，虽然是装卡的夜市，但是你爱看的，那个装卡的夜市啊嘛是有质感，嘛是想要食好物件啊，嗯，对无？这就叫提化。咱布地夜市啊，啊，你们逐工拢走无共款的夜市啊？哎，对啊，对啊。在地消费者会当接受讲一粒胖30块。嘛是一开始生意无好啊，啊，豆这几档慢慢累积，有多到固定的人客啊，安尼越来越稳定啊。而且伊毋捌用盐的啊，伊佫用足济在地的食材，伊佫捌用过啥？像我是咱隔壁义德乡的人，啊，我就用生水嘛，还是阮遐农特产生水，哎，生水。哎，再去做芳。哦，还有咱遮用乌鱼子，再去做乌鱼子蛋黄酥安尼。这我有食。你有食过？较好食的啦。啊，这第二个咧，这个是用迄个豆油内底结晶的盐花，伊毋是遐样，内底是用伊的豆油按底迄个固体酱油。迄敢若闻到迄饮丝仔味呢。诶，有蛋糕的味，啊嘛有迄个豆油饮丝啊迄个味吼。吼，所以你就知影味觉吼，有即种有物件敢若死皮路口，有诶品起来敢若饮丝仔味，啊有诶品起来敢若迄个梅纳反应了后迄种味安尼。哦。哎呦，这顶头这是阴阳灰，就是用这个戚风蛋糕伊的卵芳，啊，甲伊做一个咸度的搭配，那种咸鸡卵糕的概念。这食落袂味啊，真爽脆。其实内底佫有加一味，做 KTV，伊无爱讲，佫有伊的酱心酱油，对，你它的固体酱油。固体酱油，迄个是算毋是豆油膏哦，是咧煮豆油过程，伊伫某一个温度层的时阵，伊表面有一层伊的迄个凝固物，吼，迄个物件甲抽出来。然后加奶油啊，蛋黄落去煮，啊，甲个用硬盐花落去泡发安尼。哎呦，有哪搞工啦？毋是，这天才呢。那一般咱咧做西点面包，咱就知讲，这咸的物件其实放落了会改变伊所有的结果。即在慢慢落去调，才有通再掠，啊掠迄个比例呢。对啊，气做得改的。所以吼，反正讲用心，毋是干那讲啊一步一脚印，啥物用心嘛？迄就是你啊不断的实验，敢科学家的精神呢。奶油卷其实嘛，定快嘛，对吧？蛋糕嘛真济嘛，啊，咱只是从在地咱台湾有特色的滋味来放入，伊都毋是一般的迄种蛋糕安尼。而且我就感觉上重要的是，这是人的故事，盐的故事嘛是人的故事。是啊，哦，这才是真正咱食，这转来到回归到讲食物件真正的意义是啥物？咱讲较白咧，食落去啊，落去，落去啊嘛吼，啊就是要食啥物？要食故事。你入嘴迄个，迄一秒钟的时间，你感觉有一种幸福的感觉。我是幸福吼，应该是啊，甲某斗阵咧食较有幸福。食到这，我感觉讲，我会感觉讲，这地方上未来的希望吼，啊，慢慢豆啊行，啊，真实在，啊，这感觉真好，吼，这第三项，这是啥物？气仓做的迄个饼。气仓做饼。当初是伊咧开发的是，伊气仓盐嘛是气味较重啦。伊像你若要提升个盐，你会用较甜的，会当提升盐的迄个层次。啊，所以当初开发饼就是用较重的奶油来提升这个气仓盐的层次安尼。咱拄啊有用气仓搭配生鱼片嘛？对。好，再用气仓搭饼干，偏偏是这支气仓盐。伊其实会当有无共款的表现。我咧回想迄阵时，
食做气肠、沙西米，嗯，玉米，啊，讲迄个感觉，较济完全是两回事。所以伊会当表现这是一个大舞台呢。我感觉这盐是咱人间上水的一道风景。盐同简单，嘿，但是会当互别人幸福甲快乐。有影咱继续看落去，世界万人街拢伫咱台湾新盐界。今仔我要用盐落去做调味，所以互伊的各种鱼仔的味伊拢会使食出来。盐只有互家己消失于无形当中，较才去成就一道料理的滋味，甲伊的风味啊。对我来讲，环境教育是真要紧。我希望每一个囡仔内底，拢会当感受到这个盐埕的水地风光、人赛的，咱都把互无囡仔感受到的。你看，第二摆开始，我游完走了这个猪母林，但是他在沿海哥甲我讲，莫去食猪母林啊，才佫有更较好食的盐啦。恁这是食物件咸笃笃，足咸的啦。今仔日海盐吃到饱。今仔日啥物盐爱配啥物物件，这拢有美美角角。你做一个海岛人就来了解盐的故乡。交一个新朋友。玉米哥，料理长嘉伟啦，大家好，大家好。嘉伟嘉伟，你今仔要甲咱创啥物料理？今日我要传几项沙西米。沙西米对，沙西米跟盐有啥物关系？沙西米配盐啊？捌食过无？沙西米我跟过去以往咱咧食食沙西米拢是豆油甲瓦萨米对无？哈，豆油甲瓦萨米就是拢会去，你要食足侪项沙西米的时阵，有时你会分袂出啥物鱼仔是啥物鱼仔。今仔我要用盐落去做调味，所以互伊会使，你各种鱼仔的味伊拢会使食出来。所以过去咱瓦萨米甲豆油食落去，其实是食到上后尾，拢是豆油甲瓦萨米的味，安尼是有较可惜。基本上其实咱日本的话，伊其实有足侪豆油的，但是咱台湾的豆油就是较少，所以无法度去配各种鱼仔，无共的鱼仔配无共的豆油，所以我就咧想讲，无我用盐来去配咱的沙西米。好，我即马随切互你。来先上第一个沙西米，这是长尾鸟。那管顶的话，我就干沾一种盐，叫做咱的洲南的胭脂花。这个胭脂花较特别，伊是伫咧有一年的端午的时阵，意外拍出来。我感觉这批盐啊，伊的风味足特殊的，所以我感觉讲，我要甲伊这批盐全部甲包起来。全球独家，只有这里。咱讲以前讲五时水啊，你这五时盐啦。嘿，所以这全台湾敢若我才有尔。会使食看卖。有我，你来，今日甲你配，这是长尾鸟。长尾鸟呢？长尾鸟呢？一尾我厝里安尼一尾，足贵的呢。咱玉米哥咱主厨用的鱼啊，拢是咱台湾沿海。对，嘿啊。那长尾鸟迄个油质拄啊好呢。我以后长尾鸟买来去吹啦。刚才叫恁这就了，你还给我盐一寡好无？这个盐当然有啦，你还好啊，我全部拢互伊啊。我这个盐我嘛剩一包尔。你有够已经要绝版啦。真正有影赞，而且你食沙西米过去一般人的经验就是头油稳稳的哎呀吞落去，你会唔甘的甲吞落去，你敢有食着？你这熟成会当小套牢者，你这。熟成这件代志，其实我咧讲，我家己咧讲啊，跟咱人无关系。熟成其实是鱼仔伊家己本身就会去伊内底一寡化学反应。咱会使做的就是控制伊的温度甲湿度，然后甲空气，互伊卖互较歹的菌啊落去增生，落去生愈生愈侪，然后愈生愈侪就歹去啊嘛。然后就是去控制这个部分，然后互伊家己鱼仔本身就去作用。像有你的盐变做有性命的。我直直讲咱正小编咱也像生鱼片对不？我们
食盐对吧？你会讲啊，长花椒鱼啊足好食的，但你会讲盐足好食袂？正常人不会，正常人袂嘛，对吧？吼，你食牛排，里面沾玫瑰盐嘛，你讲哦牛排足好食的，但你袂讲盐足好食的。但是在这个所在，在适当的情况之下，咱爱去食出盐。其实盐就是我常讲的是，盐吼只有互家己消失于无形当中，较才去成就一道料理的滋味，甲伊的风味啊。迄有影吼，而且我会当甲你保证，你若安尼食落去吼，你袂胃，你袂胃，而且你会感觉食落安尼真清啦，哦，就算讲你若问导游，你若感觉讲你食袂多，但这真好。一般讲，我常讲，因为导游是液体嘛，液体你一入口之后，液体伊的融化速度足紧的，所以你会先感受到导游的味，你就袂这个鱼啊本身的味。啊，这又佫是啥物？特别的。嗯，来，放喺边啊？啊，这老掉的吼，这就是吼。这个盐呢，我是用咱原住民部落的刺葱盐。气仓。对。那管定迄是蛋黄醋，蛋黄醋，迄种我用2厘就去做酱料的。啊，你当然你会使用边仔的迄种细甲汤匙啊，你要先甲熬一点点啊，试看嘛。伊的料啊，你像敢若咧食跳跳糖的感觉。你讲爱先熬倒一位？熬酱料甲盐就好啊。酱料，嘿，管定迄盐，嘿，做伙食，你就我刚想咧食跳跳糖。哦，足趣味的吼。有影呢。系啊。啊，今仔日我甲你配的下骹是咱东港的甜虾。啊，咱的甜虾。来试看觅吼，歹势呢，我先弄一下吼。袂歹吼。赞。你有感受到迄个刺葱气仓的滋味？有。而且吼，迄甜虾的甜哦，佫提升一度呢。无错。哦，伊咱酱料，我的酱料是调较小可甜一撮，啊配这个盐，你调刚拄啊好。吼，嘿，啊伊内底佫有一寡秘制的柑橘，所以你甲人做伙食的，一个算一个足爽口的一道料理。而且你嘛会使食到这个盐的特色。恁拢安怎甲伊咧相处，还是讲你会主张讲，无喏，这气仓应该唱这。其实吼，我拍盐的人，我捌盐，但是我毋捌料理。那做者料理的主厨，伊来做来盐场，伊捌料理，但是伊无可能捌盐。我一人一半啦，一人减一半嘛，啊，得让迄个人做好朋友安尼。一人减一半，啊，感情才袂散。对。啊，佮就像伊讲，我前年我嘛去帮做研究料理，就是用无共款的盐，毋是研究啦，研究啦。啊，对。啊一个套餐吼，一套餐8项菜拢爱用无共款的盐。啊，所以阮其实有试菜过几啊遍，伊有伊的想法，我有我的想法，我有希望讲这盐要安怎表现会较好，吼。但是我是就拍盐人的角度嘛，但是主厨伊会当用伊做料理的角度，将我的想法加分起来。所以咱做好朋友啊。是。迄有影吼，你若好的盐吼，观众朋友你来注意，若好的盐吼，迄哪讲哦，迄喙烂就哪生出来。对啊。啊，你若吼，咱人吼喙齿甲这个臀呐，你会较竖吼，啊是，迄个甲你个喙烂吼合起来哦，佮产生无共款。像咱讲口喙吼生丁，就是这个。对啊。佮新的体会。伊即摆是咧创倒一个鱼，这是秋菇啊，秋菇。嘿，哇，你种用迄个高级的鱼咧做沙西米呢，秋菇呢？伊重点毋是高级的鱼，重点是台湾的鱼，是咱沿海食的鱼。所以其实咱秋菇是偏好迄边的，偏好迄边，对，偏好迄边。阮布地对面咯。会使讲本港啊啦。嘿，就是拢用咱台湾的。
哇！哎，会烧甲恰恰呢。嘿，我用这镜头是啥物盐去烧，顶头还是紫苏叶，去帮伊配无啊加湿水。送什么盐？这我是用咱州南上定用的双盐，酸盐。嘿，基本款，嘿，上基本的。那为什么要用这个盐呢？因为我通常我拢会用来做炙烧，伊迄个盐啊，伊就是咱咧烧的过程，也加也烧迄甲迄鱼仔油烧出来，啊，伊遐鱼仔的油啊，也变做一个算烟熏的感觉，所以先煞甲迄个盐做一个烟熏。嗯，啊，咱炙烧稳定沾盐的原理就是安尼。哦，所以我这还未加落，我就哎，就感受到伊个烧的气，对吧？嗯，哦，这有厉害，哎，这有掌握着秋果的迄个特色。对，秋果伊咱安尼烧过啊，伊会留啊有迄食可乐啊，蛆仔蟳仔迄壳的味，哎，留啊淡淡啊淡，啊嘛足肥的时阵啊，会有足成迄种虾膏、蟹膏的迄种味道。这有了盐这个因素了，咱食物件开始用心去想、去感受安尼，这就是盐。这就是，但当然还是实在啦。你会讲是也足好食的嘛吼，所以盐只是伫个过程吼，一切拢你若无其他的调味，就是伊就是只求对决。实在若好就是好，系啊，啊滋味好，我迄就是我定讲吼，咱盐散去了，只是咱咧煲的过程内底，因为盐是豆豆散。你第一喙到同尾仔喙，其实伊的滋味是一直咧变化。这就是敢若你的人共款，你就是因这阵人的盐，一直应该是安尼讲。因这阵人会出脱，啊，你的盐的作用就出现。哦，这支叫做冰水菜冰棒，全台湾只有这个所在较有尔。系啊，含你拄仔食的滋味有啥无共款？观众朋友啊，你会记袂？较早一开始食迄咸咸的猪无呢，嘿，这内面刚好旺来，对，啊个迄咸咸的味咸，咸味就是咸酸地方伫内底啊啦。伊有迄个旺来本身的酸味嘛，吼啊，咱伫补咱拄仔迄个咸猪无奶的迄个咸味，啊，所以真好食，哎呀，真刷嘴，刷嘴。不会腻哈，袂安尼。对啊，所以伊这个是甜笃笃咱伫这所咧经营嘛，咱会当开发做一个产品的，咱产品爱为咱在地的特色来发展属于这个所在的产品，安尼较有意义啊。有影吼嘿啊，我这手头摕的叫做高蔗盐，后枣盐呐，吼，应该爱先为这个双盐开始讲吼。那其实盐吼，咱传统盐嘛是粗盐嘛，粗盐都无啥价值啦。但是来到这个时代吼，咱要做一个要从传统的产业来到这个时代，要有伊新的价值甲意义，吼，所以咱就用季节、用气候来分别出这个盐的风味是啥物款。比如这酸盐是冬天，吼，冬天结晶的酸盐，因为冬天吼气温较低，日头较冷，吼，所以伊结籽的速度较慢，差不多5个月吼，较能收成一遍。啊，因为结籽速度较慢，所以伊矿物质会较济。啊，所以伊也袂当回甘啊，这就是基本来讲就是基本调味啦，它才会过程基本的调味嘿。啊，这个叫做烟花，烟花是春天，吼，日头较猛的时阵，较咱拄仔手无表面迄种薄薄啊，迄点嘿，啊，伊适合的就是料理了3-4点罐，吼，比如讲咱鸡仔片3-4点罐嘛，足好食的。海盐牛奶冰淇淋，对不？就这概念嘛，哦，海盐咖啡拢是这个原因啦。这爱讲到咱盐程序严格啊吼。你当初是记者，对。啊，你记者你是去石头哭着安尼来做这，来拍盐拍啊，遮辛苦的。其实一切拢是意外啦。啊，就咱扬州是120年开垦的，吼，啊，伫2001年拍远去结束。阮伫2008年才倒来拍盐，中间拍7-8年的时间。迄阵足侪人问讲，咱一个地方遮尔重要产业叫无去啊，会感觉足可惜的。所以一开始阮是做一寡文书的调查，调查久了，发现一个问题，讲，常常去拍遗照啦，就是遗照你知啦，就是拢拍远去啊，系啊，感觉应该爱做一寡代志。啊，迄阵拄仔咱文化部吼，叫做文化资产局吼，有一个计划做产业文化资产再生。
伊就问我是毋是有意愿要甲电拍，我讲啊无试看觅咧。一开始讲感觉啊，都拍业足简单咧，想袂到讲真正落来做了，迄困难吼，其实土地讲吼出足侪科技纸啦，嘿啊，迄拢是功课啦。做记者走来做白盐。系啊，啊就真意外，啊当迄阵记者已经离开报社。啊，这盐工要甲你教。我当初回来时有6、7个盐工，真好的先辈吼，伊有教我安怎拍业，对，系啊。但是一开始伊感觉我是头家啦，伊拢无爱我拍。我讲你爱教我，你爱甲我教，我以后也无你搞这年岁啊，对无？所以我差不多用6、7档的时间来学这拍盐的技术。啊，当然了后，阮开始有盐店开始有生产嘛，啊，就有人问讲，啊，你盐店经营安尼啊，会当参观无？所以阮就环境教育。我问讲，啊，你盐有咧卖无？啊，我就开始发展阮的产品安尼。所以其实一路行来，今年是第17档，有面对真侪挑战甲难关，啊，一步一步克服。你感觉，你上困难的，因为在我看吼，要你也强调讲你要传承，对，吼，也要永续，吼，对。但是传承甲永续的第一条件就是讲，你爱家己饲会饱，爱当 sustaining， 对，你一旁人8、9个人对，其实是无简单。一开始拢无想到啊，一开始讲都有政府的补助啊，安就好啊。想讲安尼就好。系啊，就是政府的补助会愈来愈少，再去思考讲我要咱家己会当活落，所以开始做环境教育收费。我会问安尼，就是讲吼，真侪做电影创新的人啦，其实初开始拢无咧想着这，啊有诶幸运，望出一条路，有诶无幸运，才收起来。你家己感觉讲，你拄着这个困难时，是啥物？是你较幸运，啊会当活落来，还是讲你有啥物心法要甲大家讲，咱就是爱安尼行。我感觉啦吼，其实17年一路行来，有足侪小天使斗相共，啊嘛有真侪小恶魔，三不五时出来甲咱乱一下。哦，系啊，啊我感觉吼，若只要20个小天使吼，得让我忍受80个小恶魔的压榨甲痛苦。你甲咱讲看诶，你做这啊好啊，做你个拄着啥物恶魔？你一定会啊，你像总是会有人的问题嘛，对无吼？啊要安怎？人生有太侪意外，会有真，就是讲人是百款，吼啊有人斗相共，啊嘛有人会对咱有一寡意见，啊咱拢接受嘛，对啊。我是认为讲天无绝人之路啦，啊，就行咧，真感谢一路有人斗相共，我靠，我行到今仔日，迄人互咱鼓励甲勇气是真要紧的，因为咱做的看的是一件公共的代志，但是会有真侪人来斗相共。但是就即马咱的拍盐吼，甲生产这周边的产品，我看你也甲咱在地的这个食品业吼咧合作。盐当然是在咱的食物当中是无所不至，拢有啦吼。对。但是如何要维持你的产量，啊，会当维持恁家己的运作，甚至讲，你认为你这个所在有较搁扩大无？做一人问我讲，你是咪产量会当增加？我讲产量增加无问题，啊，但是问题你卖出去未？你若卖袂出去，就讲毋是无限制的扩张。我讲叫做最适当营运规模都多好就好啊。我即下8个人，我产量，比如讲，我去年有某一间公司吼，要落单4万包，4万包双盐，我算算我根本就做袂出来。啊，咱无迄个尻川就莫食迄个下药。啊，我就这张单子我来补赚啦，我来婉拒啊。为什么？因为我无需要为了一路遐尼大的订单改变我所有生产模式。嘿，啊，对我讲是无较有利啦。咱人袂当消贪，拄我好就好啊。所以这嘛爱拒绝一寡引诱呢，吼。对啊。哦，嘛爱想讲你的路应该是啥物？对啊。所以你会当讲现主时。你已经摸出家己一条应该爱行的路，那别人要甲你，譬如讲，我要甲你 IPO， 哦，我要甲你创啥，你拢安那想？咱无一定要接受。我讲，比如对我来讲，环境教育是真要紧的。我感觉囡仔入来囡仔无需要济，但是我希望每一个囡仔内底拢会当感受到这个盐埕的水地风光、人赛野，咱都把我囡仔感受到。
安尼就真好啊。嘿啊，我囡仔的笑声、囡仔的快乐，比我趁钱搁较要紧。啊，但是咱也是要甲观众朋友讲啊，无一定讲比咱趁钱较要紧，毋是讲趁钱无好、袂使、毋通，只是讲你在你即个产业内面，你即马即个规模，你的最佳营运模式，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拄啊好就好。啊，而且嘛趁会饱，对啊，食会饱，食会饱，啊会当维持每一个人的福利，啊工作起来嘛真愉快。是啊，对啊。上后尾吼，我要请教吼，咱台湾的盐嘛，咱除了洲南，啊，佮其他所在，即各地的即个每一个，我相信迄策划、迄个风土拢无共款。无共款。咱洲南，咱即各位啊，就你的经验，10几年的经验来看，上厉害的什么所在？要叫你一句话，要讲互观众们来了解，记住讲，盐洲南安怎？我感觉重点毋是洲南，是台湾。比如讲，咱台湾既然要拿拍业来讲，要有咱布袋、北门、台南安顺啊，甲金门有哪有一块盐埕？啊，因为即四个所在，伊的自然环境无共款嘛，伊的海水内底矿物质无共款，所以伊的风味就无共款。啊，讲到主盐，比如讲绿岛也有咧主盐，啊，屏东迄个车城后湾遐有一个乌鸟姐，伊嘛咧主盐，啊，迄个台东迄个特别有一个阿美族的，伊嘛咧主盐，迄个蔡班长。那其实每一个人技术无共款，我认为讲，我觉得风土滋味台湾盐啦，台湾盐的风土滋味是啥？将所有的台湾盐互人讲，台湾毋拿当精盐，还是玫瑰盐。我定安尼讲吼，咱迄包精盐，你细汉敢有精盐？没啊，哪有啊？迄包精盐是民国64年才开始生产的。啊，你讲伫民国50年前的台湾人讲食啥物盐？我嘛食即个天然的海盐。咱遮足侪人知影玫瑰盐。玫瑰其实2004年才开放进口，20档，但是咱这少年辈拢知影玫瑰盐，但是伊唔知影有咱台湾的海盐。听讲玫瑰盐加即个玫瑰啊，感觉较高顶。无啦，玫瑰盐里面没有玫瑰啦，太阳饼里面也没有太阳啦。系啊，就但是我认为讲要互咱的消费者愿意使用咱台湾的盐，这是同样紧的代志。这嘛是我咧努力拍拼一个方向。若果互你10档，才互你退休啦。你认为你未来咱这个洲南要安怎继续行落去？除了传承互少年的，我其实有一个愿望啦。我感觉咱爱将台湾的盐走向全世界。啊，要哪行？你看我的衫后壁，有看到无？这张衫后壁其实是伊迄字是全世界各国盐这个字，但是伫台湾这个地图内底。我希望咱做国际的交流，因为对我来讲，其实咱拍盐还是生产还是卖，对洲南拢已经毋是问题啊。但是要走向国际化这件代志，这是一个更较大的挑战。我个人的想法是安尼啦，伊其实咱台湾的这个农产品真侪物件拢咧行这个新鲜，青果，对，运送，但是这第一无这个体验经济的这可能性，而且会致使到咱的台湾的农业拢大家拢要比甜的啦，比纯粹要足甜的，伤甜。应该其实爱行向咱的物件会当浓缩了有干燥，有酿制，像这生咸的物件，盐其实是内面真重要的物件。譬如讲，若要做这个咱过去的豆油，咱过去其实无这个黄豆的豆油，咱拢用啥？乌豆？无，黄豆嘛有啊。用迄个鱼料咧熬迄个鱼汁。对。其实用你的盐来做，会产生真侪无共款的结果。是啊，我前年我和4间台湾的豆油厂合作，应用台湾的乌豆，用台湾的海盐来做豆油。系啊，我这是因为有做豆油的人有这意愿，我愿意提供所有的盐，你提我盐，你拢唔免甲我讲介绍，摕去用就对啊。因为我因的理念真好，我愿意支持遐少年人来做这件代志。对啊，喜乐啦，对啊，看到这8、9个员工，
啊，这各式各样吼，啊，而且要行出去国外，你认为你的这个场吼，啊，佫有啥物必须爱过来精进？譬如讲，若是外语，若有外国人来，还是讲日本人来，你敢有开始有这个交流的这个经验？有啊。我其实一年拢会接到差不多5、6团吼，国外的交流。我去年是有一团是国际的地方文化馆、博物馆啊，遮交流，嘿啊。我讲走向国际吼，毋是讲甲咱也卖去国外，因为我毋是卖出去，是咱甲日本啊，还是欧洲，拢有真侪传统的即个盐埕，因为受到国际贸易的关系，拢迄种没落还是关起来，但是伊拢个重新搁再发展，大家拢面对共款的国际的情形，会当交流是即个经验，这是真要紧的。咱就咱台湾搁再发展的经验，甲国外再发展的经验，互相大家做朋友，吼，这是我一个愿望啊。真好吼，咱若是去吼奥地利去看那个萨尔斯堡，萨尔斯堡，对啊，萨尔斯堡就是盐对本，盐嘛，对。吼，你若去地下吼，看到因啊，这飞天遁地啊，内面的盐吼，其实咱有一日吼，来甲世界各国，盐讲起来是世界语言咯，对啊，吼，世界语言个言承旭咯，咱吼今日吼，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港界来甲这个洲南盐埕，希望观众朋友会当从此吼，这个盐的这个世界来拍开，行向世界，吼，无共款的世界，无共款的盐的世界吼，行向全地球全世界，世界万行代拢伫咱台湾新港界。两面要行日天，大四年必